烧烫烫的大鼎一放入油，马上就变大火。这是总埔西把握炒鳝鱼的火候，无到几秒钟，就用炒出鳝鱼的脆度。台南知名总埔西，同时嘛是鲍味珍创意料理的厨艺总监卢正志。以着特色的食材，甲着创意的厨艺，邀请到饮食作家张云舒共同来7月12生上的万吉宴，将要伫7月12伫个关庙的山西宫来登场。有一场那个台日联姻，然后那一场联姻呢，就请他去就是主办那个就是办的个地儿啊。当天呢，那个其实我们市长也有来到现场，就是做证婚。那一次之后，正好我人也在现场啊。其实我是去做调查哈。那很特别的是说，那一次之后哈，让那个日本的新郎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而且从此之后爱上我们的台湾的办桌，爱上我们的台湾的料理。然后他就私底下，其实他跟卢师傅相当好，一直在敲碗说啊，当起那个班哈，也就催生了我们这一场的12生肖哈满福吉祥宴。本来它叫满福吉祥宴，但是我想说，我们后来就经过讨论说啊，是不是我们来叫做满吉宴好了？因为满吉就是妈吉的意思。听到它这个缘起是从当年有一对台日联姻招来人家办呐哈，所以这个是有跨国的在里面。那12生肖要给大家约了哈，因为鼠牛五兔龙蛇马羊这个猴鸡狗猪你若念到12家拢聊完了。我想你在对其中要讲啥哈？12个生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？那个是功夫，然后怎么样去调味是手艺啦哈。到底12生肖除了清楚咧，其他要以什么款的食材？总埔西上午嘛只公布4道的料理，有布袋鸡、海马玉山粽、龙虾三明治，佮着炒鳝鱼。分别代表鸡、马、龙，甲着牛顶，其他先保留，要以着盲盒的方式，只有属生牛顶才用个食到创意的料理。12生肖满吉宴，我们是以那个盲盒的方式来呈现。那当中的话，12道料理当中，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食材，包含今天所呈现的海马，以及那个炒鳝鱼。炒鳝也是一道非常讲究功夫的一道菜，它是以秒为计算。然后当天的话，呈现上桌的料理当中，有一些比较珍禽啊、比较稀有的一些食材，然后融入我们的做法，呈现一个12道一个满吉宴。12生肖的满吉宴限量只有30道。上午的活动宣传记者会，包括立委王定宇、议员陈芳宇以及关庙的区长，佮着两家主笔嘛拢到场出席，为活动来宣传。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6月12山顶的预约，夜满为止。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。